继续来到宜兰的大溪，一个无党籍姓张的代表，涉嫌以股东的身份经营着色情应调站，佮牵涉着人口的贩卖，拐骗着外国籍甲本国籍的女子来卖春。这检调掌握着证据，伫咧昨发动搜索甲约谈到案，伊即卖嘛已经互收押禁见咯。 对音乐的节奏唱歌跳舞，徛伫中穿黄衫，笑甲真欢喜的，就是宜兰大溪乡现任市长的乡民代表。平常时积极咧参加地方事务，也毋过昨说互检调搜索约谈。有人来吗？我们要开去开记者会，没有看到哈。乡代会代表面对媒体关心，拢真低调。 原来，这个市长的乡民代表会互约谈的原因，是因为涉嫌经营应调站贩卖人口甲贪污。市长的乡民代表服务处的铁门已经拖了解，警方进前抓到一件人口的贩卖案，其中一个单台欠款的外籍查囡仔，是主动找警方来斗相共，讲也有其他人红逼咧卖春。继续追查，就发现这个市长的乡民代表牵涉在内。 经过调查，伊伫大溪以股东的身份经营小型的地下酒店，也毋过背后敢若就是应调站，也个经营人口的贩卖，做非法的性交易。其中大部分的查囡仔拢毋是自愿的，分别是以观光签证或者是农场做3工的名义来台湾。那安尼，伊个涉嫌性招待甲受控米上。 当地民众拢真着惊，因为这个市长的乡民代表当选第21届的代表，22届个连任，伊个是公庙主委兼顾问，也是当地一间小学家长会副会长。那本院法官在讯问后呢，认为检察官的申请为有理由哈，那以被告有勾串共犯证人。 还有这个逃亡之余呢，预知受押并禁止接见通信。检方今日一透早，将市长的乡民代表依照妨害风化、贪污等等的罪嫌，向法院声押禁见。今日一早起开羁押庭，裁定羁押禁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